郑凯，我对你的标准已经放足快啊！你袂用走，我就陪你用行的。啊，不过你嘛袂当行遐慢，袂输久在熟咧。紧啊，提出你的活力跟意志力，目标就你感情啊！吕正儿，我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？你现在做变来处罚我？无错，谁叫我专为着你食遐尼济你歹食的炸鸡，而且这是合你的训练。你即马在做化疗，真耗体力，用运动锻炼体力上健康。搁再讲，运动的时阵，脑部会分泌一种脑内啡，会当降低你不安的情绪，抵抗忧郁，互你有面对病痛的勇气。所以，跟我做伙振动起来，来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。好啊，我真正无法度。你若是佮继续安尼落去，这个1212真正变成我的 CPR 口令啊！那无，咱中场休困者，莫坐在遮啊，去树靠边里头。来，开始。虽然郑凯讲伊对戏片拢无意见，不过我是希望伊有参与感。若无将来想去筹备婚礼的过程，一定感觉有一点仔遗憾。这个时堂我特别跟郑凯爱食的巧克力，摕来互伊试食看卖，看伊有介意无。你就会当用这条面棍举白旗投降了。唔免啦，我即马就投降，无条件割地赔款。除了我的人以外，其他你拢会当反走。拜托的代志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好无啦？你若是嫌忝运动，这是自吹死路。好啦，我唔逼你啊，不过你爱记。激烈运动了后，千万唔通亲像拄则咧直接坐落去休困，爱起来振动一下，对你会搁较好。多谢你啊！我知你是关心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勇敢面对我的病，袂这么简单就放弃了。安尼我就放心啊！你爱记住的，有真侪人是靠食你的料理，才找到幸福的感觉。身负重任呢，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其实当参像即摆呢，用朋友的身份在郑凯身躯边给支持，感觉还是袂歹。哇，中场休困的时间到啊，起来，咱继续来运动，来。哦，买遐便当来啦。原来郑凯讲的公司是甲陆经理出来运动。是安怎我会感觉心酸酸啊？行啦。小秋，小秋，你哪在遮？你不是讲下晡休困的时间有公司要办？小秋。其实是我昨晚要困好势，所有透早我工作时精神一直都无多集中。我中午看真的去运动，所有的队来遮，想要接着运动，看我下晡做工会会当较专心一点。对啦，小秋，郑凯这几天在专心研究新菜色，拢无啥物好想法。我就想讲，找伊来运动，看是不是会当找到更较侪灵感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不过后盖先甲我讲哦，若无雄雄走来遮无心理准备，看到你两人做伙，我是会袂想。